金师兄为8人8鹤不惜得罪方清雪，而华师兄却……华天东弃我如敝屣，想必金师兄一定能理解我的吧？华天都，那华天都利用完我之后，就把我关在这仙牢里，要让我在这里忍受100年幽闭之苦。如今他失了人心，待得我日后出去，必要争一争这5大真传之位。到那时，哼，你可是真心归顺于我？师弟之心，日月可见。有金师兄相助，我一定可以一雪前耻。倘若我日后成就神通秘境，袁剑空保证，定然助师兄成为新的5大真传之一。这袁剑空怎么说也是山河榜第10位，虽然失了银蛇剑，但也算有点作用。即便他以后真的成了真传弟子，有我爹在，也不怕治不住他。